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3天，除了你关心选举以外，你也关心大学生食白饭食袂饱，这是什么事件？咱讲到白饭、青饭、饭桶乱袂煞，但是真侪人是拢无伫现场伫遐。讲甲是喙角全破，哪敢来送报纸？反正弹落去就会行。那么这种促销文化，那唔爱现场来直接来反映，就会收煞。是安怎？无爱在现场来直接讲，要在事后用电脑、用手机来写。今仔日好好来讨论促销文化。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張耀仁。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教授陳耀華。各位觀眾，大家好，大家晚安。那麼第三位，咱的諮商心理師紀月良，同時間伊嘛是律師。大家好。那麼第四位來線頂的是咱老朋友，咱在美國的職業律師夏洛林。大家平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和觀眾朋友呢，小可來複習到底這是什麼事件。也許你唔是少年人，你無一定看網絡看得真濟。這就是講台北最近過去的台北工專、台北科技大學有學生來辦營隊，學生去到海產檔來食飯。那麼店內的白飯無夠食，後來就在這種系統，也就是呢，你一個手機啊頂頭、電腦頂頭的 Google 的評論，17個學生內面，11個學生留咗1粒星的負評啦。那5粒星是滿評，那1粒星是負評。隨後在網絡頂頭引發咗真濟討論，學生嘛有回釋咧，店家嘛有來接受。不過，這項代志啊，佮繼續咧探索。檢地呢，伊也表示講，這件代志是在造成了伊足困擾，浪費社會資源啦。7月16號就要來逍遙群，隨後呢，學生的這個營隊，這個賣獎業呢，嘛去互大量的這個留言啦，去互啊擋袂牢，煞來關起來。開門營業進前，頭家就要先煮飯傳料，這是餐飲業者普通時攏愛做的代誌。在最近引起爭議的北高大白飯事件，是初八暗有20幾位學生到店內食飯，結果甲店內白飯食完了，留真濟1000個負評，互店頭家真無奈。北高大自在營的工作人員隨發聲明，認為在 Google 頂頭有消費者評論的原則，不過頭家是講今夜有出入，雙方講法無同。網絡的評論真多，學生隨去店內會室的最近翕相並實眾怒。有來道歉了，那我也希望，社會大眾們就是說，我們把事情就到此為止了。本來就是代誌安尼就結束，不過學生講有一寡媒體甲代誌切頭斷尾，甲中一段誇大報道，互代誌愈鬧愈大，所以初十暗又總調錄影片向外界會室的，說明代誌發生的規個過程。也講，其中有一寡學生最近受到真濟批評，情緒真歹。當提到可以檢討和改進的部分，我們都非常認真地聽了進去。但這種無異於事件處理且鋒利的言論，我們不會照單全收。總調佇咧上新的影片內面幾多遍回釋咧，因那頭家也早佇第一時間就接受學生的道歉，不過網絡頂也是真濟人佇咧罵，或代誌一直無法度煞。在這麼網絡時代，每一個人攏是閱聽人的社會，民眾要安怎佇咧一個新聞事件內面有獨立思考判斷，是真重要的代誌。記者綜合報道。那麼首先呢，咱這進行7點鐘的討論當中，咱分做3部分，一個部分就是當場。如果也許還有類似的事件，當場咱來建議安怎處理，這是頭一樣。第二言是講，你網絡頂頭會發生這件代誌，事實上是應該要安怎來對待這個促銷文化。那有的人一直予你促銷，伊嘛袂安怎啊？那有的人寫一句，伊就可能會去掉頭自殺，嘛有這種。咁啊，第三件就是講，好啦，那即刻較講到單。
这个学生囡仔甲这店家是要来处理。首先，我来请教着张老师吼，这个促销文化先吼观众朋友吼来熟悉一下，什么叫做促销文化？好，这个促销文化吼，伊是对这个1981年有一条歌哦，叫晚哦，哦，嘿1981年哦，81年的时阵，哦，啊，伊有一条歌吼是这个乐团唱的一条歌，吼内底的一个歌词有这个 cancel 这个字吼 ，My love is cancelled。嘿是哦，所以伊慢慢哦，伫咱遮的非裔的这个美国人开始咧运用哦，然后伫这个网络上2015年的时阵，哦，慢慢愈来愈侪人来用伊做这个标签，来网络上你用标签来讲来对听艺术的讲停止对遮的无个对遮的不管是无满意人，无敢支持啦，嘿，无个支持，无另外是讲不止无甲支持，来促销伊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哦，也是伊的这个利益。就一直甲累就讲啊，你袂使搁再表演啦，你袂使搁安怎，袂使踮咧写社会徛起。是。就咱就是讲社会性的死亡啦。是。啊，创甲安尼。嘿，伊讲起来，伊是一个做新的一个文化。啊，这甲这个网络顶头的，咱就讲霸凌，网络顶头的bullying，这有啥物差别？这个差别是讲，伊本来这个促销文化，伊是这个弱势哦，来去对抗弱势啦，弱势哦，来去对抗这的强权哦，伊本来是出发点是有名声有地位啦，伊本来是讲要来去对抗这的人啊，伊这出发点是有好意的，慢慢有问题是讲伊伫这个网络顶端去互这个扭曲的这个经营之下。慢慢伊就走进去啊，哦，唔是原本的一个用意，哦，都可能变成一种网络的公信，哦，可能是这种网络的暴力的这种情形的。趁机会来爆鸟出啊湾。是。所以十几年前，咱有一部电影吼，叫做吼，这个 PTT 顶头有死一个案例啊，怎做一部电影，啊，你是写这种物件，这就是促销文化的一种啦。是。这说来我要请教着陈老师吼，咱就知影讲这促销，我先甲这个图表讲互大家来听吼。促销文化是低级行为啦，是网络顶头发起要注意哦，网络顶头吼。那么社群媒体顶头吼，有知名人物、企业就是有声势、有名声的人受到反感。无被接受的言论或者行为，拢受到网络舆论的这个抵制。那禁止使其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也企业赞助、甲网络影响力全部被取消，互失去工作，会袂当徛起啦。吼，兴起的时间，头拄像老师讲，2017，尤其是对 Me Too 这个运动开始吼。但老师，你这样甲咱讲吼，这个 Me Too 这个运动到底是安怎开始？甲这个 cancel culture 的合流啊，变做一种这个真实行的这个代志。因为迄个 Me Too 开始，伊也是讲对一个好莱坞，就是讲做有权势的一个制作人啦，吼，伊都你知迄个咱演员啊。尤其是迄个女性的演员，本来你也要摕到一个好角色啊，你都爱靠相，除非你的导作制作人啊，你即马也是讲无甲伊你的好的一面互伊看到，你也无想办法甲伊接近，伊就是袂互你有迄个机会去演一个做好的角色嘛。所以当时即个开始爆发，就是讲足侪迄款女演员，怎啊开始讲我嘛是。吼伊嘛是，所以大家讲出来，感觉讲这毋是干一个人尔，一个人的现象，这是一个真每一个人普遍，大家拢有接受到，所以就是讲大家讲出来，对拄啊张老师讲吼，就是足弱势的人，拄啊开始甲伊受害的经过甲讲出来，毋过即马就是讲有当然吼，伫迄内底一定有人想讲我要趁即个机会去报迄鸟声湾，当然是有即款代志，而且有权势的人嘛是想讲伊会使用，我嘛是会使用，我嘛是会使来甲伊
甲伊报一个完成一个嘿啊，安尼结果就是讲无排除讲有一部分的言辞吼，毋是真正的发生的代志。啊，毋过一件代志一定爱大家一定爱记录清楚，就是讲你讲迄个有权势的人，因为安尼怎社会性的死亡，啊，毋过你可能爱想清楚，有诶作弱势的人，伊早就死去啊。吼，伊无论伊就是对互迄个真正去互伊互即个性骚扰，互迄个去互伊就是讲性侵了后，伊早就是要去看医生，啊，伊早就社会性，伊本来会使做有成就的，希望伊个真正心理实际生活，嘿，所以就是讲啊，即两个会结合做伙，当然是甲即马迄个本来迄款取消文化，伊都是有即个艺术来。老师，我加问一下吼，咱台湾即马开始的即个Me Too吼，敢有过头去？我感觉迄个讲过头还佫伤早咧。佫伤早。嘿，因为即马开始拄啊出现，就是讲足多元的。会加害、甲受害的经验，看起来各行各业呢，系啊，还袂轮流刷呢，系是安怎去应付即款骚扰的情形？是其实是足侪种的，加害人嘛，毋是讲加一种尔。嘛有足轻的，嘛有足重的，嘛有足有诶是敢若狗耍尔，有诶是规个拢是行动的，佮性侵，佮性侵了，佮电击性的，嘿，所以就是讲足侪项，咱即马未看到讲，这无共款的，大家会使对内底学到虾米货，会使慢慢开始思考，到底是虾米文化，咱的社会爱用虾米办法，毋是敢讲法律，吼，敢讲即马。安怎接，敢讲要接到这个受害人尔，咱就是讲爱想较深咧，吼，咱的社会的文化，系啊，是讲咱的社会迄个取消文化，咱的取消的文化，咱的迄个父权体制的迄款压迫、歧视女性的迄款文化，咱是要安怎，咱都爱想较深咧。所以是听起来是取消文化，并唔是讲完全歹哦，会使安尼讲嘛，吼，会使安尼讲，会使安尼讲，我这边请教这个。纪律师吼，在法律上，即马其实应该是无啥物通好专门来对付着啥物取消文化安全，只有一般性的讲啊，你有讲即个侮辱啦、公然侮辱，还是其他的罪嘛，吼，敢若安尼尔。但是就白饭即个事件内面，因应该是佫无到即个犯罪的即个程度吧。应该是安尼讲吼，对我来讲啊，这个代志我看到，我敢想一个代志讲，这个代志爆出来，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一个消费者，我敢想讲我可能我听到这个代志，我就袂去迄间店食饭啊，你想讲人食一个饭拢食无，介辛苦啦，系啊，所以我要表达这个代志讲，基本上吼就是消费争议事件啦，伫法律咧对言论的管制，就足简单呢。你也是讲的是一个事实，你的经验，吼，你对一个代志，伊毋是别人的隐私私德啥，你是对一个代志，譬如讲一个消费经验，这都是会当讲批评的代志。比如说安尼来讲吼，对遮咱听下来，互观众朋友来听吼，伊讲的是伊家己有限，伊食失败的这个经验，伊讲出来，但是未必。无一定是全面性的经验哦。那么伊讲出来，那地书就别人讲啊，你这个唔对。这第一，这有可能比例原则是无够的哦。或者是讲袂晓多推论做普遍性的行为，这袂安怎？无啦，因为伫法律的观念就是基本上，我认为讲你是一个。对你这是一个事实，这事实是你经验。你家己的经验。嘿，第二是你讲的代志是会当批评，是会当公平的事物。可受公平啊。基本上伫法律的安内的，我就是这就是你的自由。你也是讲较酷刑，讲较歹听，譬如讲有个人咧袂这政治伫问讲你这背骨的啥物？你这啥物贪污的啥？听讲嘛，然后一字千金，然后罚金的嘛有嘛。对但是基本上你也是对这种会当批评的代志，就算你讲较酷刑、较超过，大家听讲，哎呦，你安尼讲好，基本上嘛是袂法，因为这就是。即马这个学生是17个落去留言，有11个拢互伊一粒星哦。对，主持人，这你讲到，这就是呼应到，就是他拄啊
丹老师讲的一个代志，就是讲今仔日吼，你讲这促销文化是 Me Too， 这伫全世界是伫台湾拢是一个最新的代志。吼啊，譬如讲你讲迄 Google 迄自身的迄评论，迄其实嘛是最近几年的代志。啊，这个代志就是讲，你讲我这个经验，我这个感觉到底是1星、2星、3星、4星、5星，真主观的吼。对，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足主观的代志。啊，阮今仔日也是法律来讲，哎呦，你讲你饭无食着，你袂爽就讲一星。安尼袂使哦，安尼有一个缺点就是，啊以后等于讲法律甲人民讲，你啥物话会当讲，啥物话袂当讲，你等于我安尼问吼，钳制人的自由啊。因为新加坡开始要对所谓的 SWJ 啊，吼要来做立法啦，吼，这我来马上来请教这线顶吼，小罗林这个律师，是，咱吼第一。新加坡要来演绎着讲，要来做这个对着促销文化要来反制，这头一个。第二个是，咱知影这美国吼，这个促销文化，我上会记的是 Barack Obama， 伊讲着伊家己2个查某囝，伊2个查某囝伊讲吼，阮查某囝指甲吼，就咧call out啦，吼啊有当时无共讲吼，别人会讲你哪会无敢徛一个电线，所以 Barack Obama 毋才会讲，咱就要注意呢。这个人也许无一定是徛在 political correctness 顶头，无一定徛在这个政治正确的顶头，但是伊可能，伊是甲咱同款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咱拢有可能有同款，伊可能一个好人，但是可能一项唔对，啊，你就一直甲累，一直甲累，一直甲累，累互社会性死亡，哦，这只美国是安怎？到现主时有啥物方式？有感觉制止这种风调无？我是感觉就是亲像头段纪律师讲的吼，其实对法律上来看，因为言论的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一个权利。啊，你若是讲，你若讲的代志有较超过讲哦，你毋是事实，你是造谣吼。啊，你讲毋是真的物件，啊，我用譬如讲机器，还是 AI 去甲你写留言，啊，恶意的吼，我就是咧伤害你的名誉啊啥，这都是有到刑法要处罚，要该罚，还是讲要该限制的程度。但是若是普通消费性的，这是一个亲像咱台湾即马讲这白饭的事件，也是讲进前亲像讲 Me Too 啦吼，啊，也是讲其实有足侪款啦吼。促销文化咱若是讲较远、讲较深的吼，你咧买物件的时阵，每一款的物件你拢会当留言。譬如讲 Amazon， 美国人完全拢用 Amazon， 定有的人嘛是讲，我主观使用，我无介意这我的这个产品，这个有一个老高吼，啊，但是几百个人拢无，敢若你一个，啊，你留一个1000，其实无差，啊，伊这就是你的体验。但是促销的文化，亲像头段几位来宾讲的。首先是因为大众，也是讲咱吼在网络上的一般人吼，就是普通人，咱要对，譬如讲足有名的人，伊做一件真无好的代志，譬如讲 Me Too， 也是讲到一个真无好，也是讲政治无正确，譬如讲定会互人讨论的，伫美国也是伫新加坡的，就是同性恋 LGBT。有两边无共款的讲法，啊，一边的人感觉讲，你安尼讲吼，在政治无正确，啊，伊就会想讲好，啊，我来促销你的这个 brand， 我买甲你这个店买，吼，我买甲这个电影支持，我买甲你这个公众人物的作品，也是讲吼，促销订阅，吼，促销为什么会用 cancel， 就是伊要促销伊的订阅，促销小铃铛，促销 YouTube， 促销所有的这种。网络上的行为，所以才用促销这个 term 吼。所以头拄主持人咧问讲，其实我看是讲促销文化，事实上，首先是对一个弱势，要对公众人物无公平，还是强权强势的一个无好的代志，做一个反抗，做一个
底座做一个促销，但是即马变做讲，大家尤其是新加坡的这个法律，想要促销这个促销文化，就是讲，哦，你袂当来伤害我无论是店，还是讲有名的人，还是名星，还是讲有我 business， 你袂当做即寡伤害人的言论。若是对我，还是讲对美国，即马无任何法律来看吼，我会感觉新加坡的即个法律有小可超过，因为可能会限制着普通大家咱咧讲买物件咱有一寡1000、2000、3000，咱有无共款的感觉，咱有无共款的体验，甚至是两方大家若是讲即个球员讲啥物，还是讲像支持香港中国的安怎讲消费者伊就要叫NBA 取消台湾的消费者讲即个若是啉做奶茶饮料的在台湾中国讲一句话，台湾的消费者感觉安尼无好咱嘛讲好，安尼我拒喝我袂啉，其实这拢是促销文化。对，所以这其实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所以我感觉新加坡会限制伤低，这是我的看法。律师安尼吼，咱他了解讲，我相信3位在场的即个咱的专家学者吼，同意讲新加坡要做这法律可能有小可过头，尤其吼你要执行的时阵，可能有真幼稚的代志。但是美国即摆现主时的状况是真侪人就开始。会反感嘛？讲哇，这伤过头针对着伤过头这件代志，除了咱用道德来劝说以外，佫有啥物部署？其实我看台湾即摆这白饭事件就足趣味的。即寡少年人，伊是想要甲促销文化带起来，所以讲好，咱来促销这个店，伊对会做无公平的代志。但是发生啥物代志？即群少年人，互人言上，变做讲，有另外一批人，另外一群人，你来批评，来讲即寡少年人安怎无毋捌代志毋知社会经验那会互人做无本的生意，所以变做有两边的讲法。其实这都是言论自由咱头拄咧讲言论自由。所以律师你讲这算做健康就对啊啦。我感觉。即摆其实是因为新闻把个解差足大，其实伊的促销文化无成功，敢若17个人，你若是真正即个店本来拢做到最好，我看伊迄4.7嘛，其实伫Amazon 还是伫美国的这种 Yelp 还是餐厅，其实你讲留一个一两个1星2星的你讲17个好啊。你若是真正足好的，其实后来大家看都知影讲，这个无合理。所以其实你留喺遐是要紧，但是伫台湾就是有小可你知影讲言上啦，我就讲我是感觉伊这是互言上。就是你缀咱的名词缀了真暗佫知影严重这律师的观点我小等你来听咱3位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就是讲。林律师我先请教纪律师林律师他讲，其实即摆这个促销文化是无算成功，而且这个言论自由表现，结果来翻头来讲讲，这都无必要发生的代志，在我来看啦，可能咱要食到60岁啦，讲这足无聊的，为了要食饭咱你哪会无爱？我的问题真简单，就是恁这群学生囡仔，恁哪会无爱现场？就讲我嘛好嘛，讲头家我无到遮，你拜托最好心者，你2骹我就真正无到遮，你拜托过来，大家协商，咱会无爱做这项代志。我的概念是讲，咱即摆的网络文化致使着咱人physically 的 presence， 咱的物理性的见面的时阵，啥拢唔敢讲。所以来在手机再来，你事情你。食饭了，佫有大家佫无反应的，这是安怎一种心态？其实我是感觉这介正常，因为这就是选择嘛。因为今日有网络，所以我就会当选择
我无爱当下就讲出我的感觉，我要选择我事后去讲，吼。啊，所以其实讲实在，我感觉今仔日哦，你也是讲甲阮的一个社会经验哦，就是安尼。今仔日你去食这个饭，而且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你一个热炒店，你放饭伫遐，啊，你无写偌济字，大家拢也知影，我想要食就去摕嘛。啊，当然你要讲这到底是食甲饱还是啊啥？其实讲较简单，一个饭到底是免费还是爱钱的，就算是免费，迄嘛是算伫。上就是商家伊的计算，成本的计算啦，伊一定是掠长补底嘛。啊，所以基本上吼，我是感觉为虾米闹家，就是学生会去闹，有一个可能我在想，就是迄个当下，迄讲话，迄气氛围唔对，所以学生伊唔敢讲，也是感觉讲安怎我唔知，但是因去到20几个呢。对啊，但是有当时就是安尼嘛，学生到底是所以伊算弱势了对啊，唔知。但是可能唔敢讲，有可能还是讲不要紧，我等去甲你修理，嘛有可能是安尼。我是感觉吼，这我的个人看法，我感觉学生囡仔应该较勇敢。对啦，但主持人这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期待，但是期待迄是有阮的价值观伫内底，但是基本上法律就是。但是20几个出一个，敢无可能？唔知，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啦，对为心理的角度来讲啊，我是感觉做一个商家，你迄阵真正无法度出饭，你也甲人好好讲。啊，譬如说啊，歹势我真正就煮袂出来，吼啊，譬如讲我安尼我加送你一个菜，哎，可能代志就到遮，就袂差出。就喺现场里处理是有的代当时啊，就是安尼，但是所以有当时啊，可能是唔知安怎，但有一个可能就是商家伫迄个当下可能就无处理好，所以到网络上啊，当然我是感觉是安尼，所以大多来讲1千5千迄落。其实我是感觉为你较快按讲来看这个代志，你商家好好经营，有一个两个鸟鼠啊弯的，但是你大家拢食落拢赞，你尾下迄度大家一看就知影。啊，有人就是会乱嘛，你无可能做100分，大家拢袂批。这小张我来问吼，因为你智商心理师吼。这有人啊，我咧定爱笑讲吼，咱过去啊，华语有一个故事，古早讲移工吼，移工是安尼要移山呐，因为迄山吼徛伫因兜门口口，伊看到真赤目啊，啊伊就一定要来参病啊，啊事实上伊开后门做正门行就好啊，对，吼，啊你一年我这是讲立体啦，你一两个像头仔。咱的这个林律师也讲啊，其实 Amazon 因的这个消费者买久伊就知，就这一两个吼啊久啊，我就知影讲啊，这个卖菜味。这刷来我要请教陈老师啦吼，因为这也甲我进前吼这2天，阮咧制作这个题目，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写了一篇文章，咧讲到咱台湾一个真出名的摄影师，吼，伊的这个 Me Too 的事件。啊，那么伊一个真著名的作家写了一篇，啊写了讲，啊你嘛咧奇怪，你妈妈吼啊就知影你的情形，啥啊？你妈妈无徛出来甲你做伙，啊变做讲即个受害者，搁二次伤害。所以呢，大家就咧讲啊，咱就无伫现场的人，咱就无应该写甲较幼，写甲讲一字一抓拢写甲安尼一套安尼。啊，讲甲呢，才春车着。讲甲呢，你这受害者，你哪会吼变做斯德哥尔摩症啊？吼啊，变做原谅你妈妈啊，就是指责这到底要安怎来看这项代志？我感觉迄个主持人拄仔讲你的观点吼，拄仔甲你的年岁吼有一点仔讲出来，就是讲，迄是一种网络的文化啦。即马迄个人大家伫迄网络写，代表阮即个年岁，因就是感觉伫遐写出来。甲遮个物件讲出来，用迄个网络的迄款即个平台吼，啊，大家讲出来，伊就是伊即马真正新的方式啦。啊，咱
结果迄方式是啥物款的方式，互你会开处理，你才感觉你较心安。咱实在伫咱新的时代无办法，像阮即个世代的人，阮就是嘛是爱学挂吼。啊，你少年的你讲啥，伫咧线顶发生啥物代志，阮嘛是就是爱对人对得着吼，都爱知影。啊，就是显示就是讲无问到，一定会拄到你拄我讲的代志，吼，大家拢根本都无伫遐，啊，毋过看的，就想讲哈，可能就是安尼，也是安尼，啊，毋过拄啊，迄个纪律师甲小乐林律师拢讲着足重要的重点，吼，就是讲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咱公共的，你想要用啥物款的方式？你想要带迄个风向，吼，即个做生意的人做袂落去，你可能都要考虑清楚哦。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毋敢你家一个人伫遐写的就好。像阮即款年岁的人，阮拢毋知影讲，阮以前写的，甲我学生看会到，我即嘛伫网络写的，全世界拢看会到哦。我伫咧德国的朋友吼，知影我伫迄留学的时阵做啥物代志，我即嘛黑白写，即嘛迄德国的人就会知影。啊，即嘛阮就爱学，就爱开始学即款的。你网络大家受用，嘿，迄受用就是爱慢慢培养。啊，民主嘛，毋是一工怎做日啊，今仔日怎民主怎做好诶，啊，无办法嘛。大家拢在大家学，所以咱上即件代志上宝贵诶代志，就是讲大家伫即个讨论内底，你本来想要对迄个取消文化，你想要带迄个风向，结果。无成功，先烂，因为大家会对这件代志是像纪律师讲的，是针对这件代志嘛？啊，是不是真正有这件代志？大家都会使拢会使讲，啊，大家都会开始思考，是不是咱有伤超过的所在？我会安尼问吼，其实我想要问陈老师，毋是要甲你挑战，就是讲，我的确我感觉吼，网络的社群媒体吼，其实是无好来讨论真理啦，吼。因为这个网络一来一往吼，我无在你的眼前吼，所以我写了我敢若在等报纸共款，送牛奶共款，我送了我就送下一摊啦，我过来另外过来做食西瓜的群众，吼，所以我等了，这秩序就因为这网络的 anonymous， 这种免写名的这种方式，会秩序就少，所以这对。我也赞成讲啊，这就是言论自由，咱大家都爱受用爱迄个。但是我也定咧想讲，咱即地，咱若去牛排店食到讲，这个毋是，这毋是这个 rare， 这毋是5分式。经理来者，这毋是5分式，而且讲，这内面有这个护神，这你要紧处理啊。但是即摆的人可能是先入，就传出去啊，才叫伊来。到底都这种才对啊，张老师。其实我感觉这个事件做趣味的是讲，一开始头家伊是先找这个媒体来，佮讲有这个学生甲留这1000个这个评论，另外慢慢大家较开始去敲底，敲这个学生原来伊是对某某学校的学生，结果所以讲起来，我是感觉讲有一种。这个世代上，咱你用媒体、使用媒体上，头家伊可能是咱这个时代人，伊用这个传统的媒体，啊，学生呢，伊是作为新人类，所以伊用这个网络的文化。那我常常你讲啊，种像阮以前咱做学生的时阵，咱也甲同个这个冤家，咱可能过一暝，咱就较平静。啊，即摆学生伊无法度平静，为什么？伊就教迄个 IG， 伊可能发这个限动，这个限动伊可能比如讲24小时一直存在伫遐，所以因的冤家就一直落去，无法度收煞的这种感觉，所以会来看这个事件嘛是同款的道理啦，就讲咱面对这个事件，真正爱去思考的。可能唔是讲打即个行为本身，可能还是想讲咱台湾的媒体使用，敢有相关的即个教育，敢有讲起来，咱对小学、中学到即个高中，拢无讲迄个媒体素养的教育，真正足少的。张老师，你讲的吼，媒体素养吼有2种哦，一种是学生对媒体
识读 literacy， 是，一种是媒体从业者，是，因为譬如讲，这个店家头家来找媒体记者的时阵，你甲我讲，我就报出去啊咧，嘿，吼，伊也无一定去查证啊，啊，无法度找着时间也无一定查证，因为伊吼，即摆咱也知，一个网络记者一工吼，身躯要排4条啦，哦。即时的啦，我一工吼有来，我就我 copy paste 弹出去啊。所以这个媒体素养应该分做2层。是，爱分2层啊。啊，一个是从业者，吼，咱做新闻工作者，伊的这个素养哦，一种是确实是咱的这个阅听者，伊安怎去看这个媒体啊。那主持人头仔讲到，讲咱即马这个工作者哦，新闻工作者伊。身躯排4条的这个即时新闻，其实不知这个即时新闻哦，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点阅率哦，就讲伊可能比方说一个月，伊可能爱负担10万。这咱的数据叫做农场新闻啦。是。啊，一日到晚抄面册啊。是。才会变做安尼嘛吼。所以我要来请教吼，这线顶的林律师吼，林律师，咱哦。我有找了真侪世界各国吼促销文化案例，头一个吼是这个 J.K. Rowling， 哦，这上有名啊，咱就知影 J.K. Rowling， 但是吼，我要来举例是 Donald Trump， 吼，这也可能吼，咱国内也有这种类似的政治人物啦。你甲我促销，吼，咱咧台语咧讲吼，你甲我增销，我就甲你增销转去，你促销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效果。啊，这是算作作用呢，还是拄啊？这是一种对抗。那乃至到讲双方面在美国吼，我所知影在这2-3冬来时，这个对抗非常的严重啊。对，其实美国是伫足侪个议题啦吼，议题顶悬拢足侪拢分裂足严重的吼，亲像咱之前讲黑囡仔，还是讲。同性恋、LGBT， 也是讲移民，吼，也是讲亚青，吼，即寡拢是美国民主派、民主党甲共和党两边分裂的，足侪即差的啦。啊 ，Trump 是内底的各种佼佼者，是讲伊会甲大家的气氛冲甲足热，安尼啊，大家会讲甲咱就是爱促销，咱就爱来对抗，所以。伊家己讲的言论吼，在 Twitter、在 Facebook， 伊家己后来都互人促销嘛，伊互 Twitter 规个账户拢关起来，伊就家己叫成立讲，我来有我家己的媒体吼，啊，因为伊有钱嘛，所以讲我来成立我的媒体，所以就摊出拄大家讲的促销文化上进前是因为要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要安怎使用，就回到拄主持人讲的，我感觉讲，其实是咱若是要培养民主的素养，言论自由安怎用，有一个限制，有一个限度，有一个素养。咱媒体使用有一个素养，唔单是媒体的新闻的工作者，乃是记者，因爱做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工作者。咱若是做一个乐听的人，咱民众嘛是爱做有一个负责任的言辞、负责任的态度去做所有媒体的这个安怎讲评论，还是讲你咧使用社交软体。为什么安怎讲？就是头主持人其实有讲到一个界线是，究竟是网络霸凌，还是取消文化？网络的霸凌是甲人甲一般人无力量的人，你甲欺负。是讲你是对抗强权，你是对无公平的代志，你要对抗，你要抵制，这个是有素养、有界线、有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拢是咱爱学的，唔单是法律，袂当期待讲刑法还是法律来解决咱所有现代科技的所有问题。刑法来讲，你这法，亲像新加坡呢，安尼袂解决。真正参就性骚扰、Me Too 霸凌这促销文化，其实爱用教育，爱用敢若参就比如说职场的法律、学校的法律，这法律是讲教育法，就是讲用一寡规劝，用教育，用规定去甲大家教，
甲讲大家有即个民主、言论自由，有网络即个使用言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是感觉安尼才是可能会较完整啦，嘿啊，这是我小看。咱即马在美国搞有这样类似的 NGO 团体，或者是这类似的搞团体开始咧倡议，开始咧 promote 讲，哎，咱来做这种 campaign， 互咱国互 United States 的这个公民，当在网络顶头较有素养，你嘛较讲较纯切些，唔通哦只干就当咧保龄。我知影我有迄个10几岁即个 nephew 吼，伫美国的，迄一日干吼，就咧 call out， 就是讲咧 call out 啊，伊规工吼，差不多拢无咧读册，拢咧舞这咧。伊若是吼真正吼有涉及bul理啦，吼啊有涉及你若讲无实在言论啦，你若是散播间接的物件，迄是有涉及法律，法律上也爱负责任。交咱头拄仔讲咱吼大家拢要来做公道伯啦，吼我讲这白饭你爱替人想啦，这就亲像头拄仔主持人讲的，这在心理学的范围内底是讲，你若是真正爱有同理心，你就是听到两边讲。但是你毋是当事人，吼，亲像人翁仔某咧冤家，你调听就好啊，你都毋通就是讲足侪大家拢爱讲，公亲变事主啊，嘿，公亲变事主嘛，所以就小可无共啦。所以较严重的是有法律上的，咱来规范；若是无较严重的，咱就是咱靠家己的素养，在民主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这个范围内底，大家爱来学啦。这是咱新的科技，亲像 AI， 咱来学嘛。网络咱嘛是爱来学，嘿，这是我的看法啦。好，是，感谢林律师。好，来，请。我说 NGO 因佫足弱势，所以我无看到讲真强的这个 campaign。我挑你来问，就是这个意思啦。咱 NGO 本身定定是弱势，尤其啊 LGBT 的一寡 NGO 根本就是去用 call out 对象啊。这咱期待讲，伊这素养要安怎提升到哪为止？尤其最近又开始啊，一连串包括咧最近这个 Kiara Bridges 这个 professor， 这听证会内面那这观众朋友无一定爱知啦但是讲我是感觉这期待较真久长久以来，尤其即摆对美国伊吹来个台湾安尼，那么希望日后NGO 团体有其他的方式，还是教育团体来做这个处理。好，感谢林律师。佮有专民呐，专民，是讲大家拢爱有这个观念，有这个全民意识在当 bottom up。这就咱先咱家加讨论啊啦。这个时间，就爱靠大家做新闻，交做节目大家传播安尼好，感谢。我来请教纪律师那即马。你会建议讲，因为即马即个头家16号伊要关门啊，学生昨下阮也收到一寡大家车爷讲要甲伊拼，那个提升甲提高甲讲变做拿力来对决，讲甲安尼刺激个。纪律师，若是你要做公亲要安怎讲？应该是安尼讲啦，我是感觉你。甲这所谓网络这个代志你就这叫就是讲你就来想讲，伊是两面刃啦。你今日来杀人足厉害的，但是你嘛会杀着家己啊。七伤拳呐。对，迄基本上都是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安尼讲，就是讲因为伫即马心理学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网络的依赖。讲实在，网络的依赖伊的本质是啥？就是阮人一直。想去在意讲别人是安怎看我一直拢我做一个代志，我就感觉讲我一定爱互人知，是无人甲我看，或无人甲我按赞，我都啥物拢毋是啊。我的啥物model拢是遐明星看起来拢光鲜亮丽、啪里啪里安尼。但是在提醒的就是讲，网络是一个工具，但是伊毋是你的全部。你袂当想讲。我是无伫网络得到我想的代志，我都是失败的，我都毋是，我都是安怎？我爱学习讲也袂使。伊就是一个工具。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虽然伊得11粒星啊，尔，伊就爱自立自强
对啊，小个一个提起的是讲吼，网络嘛是一个危险是为啥？有可能也是做操纵的工具，因为你也是有钱有势，你会当去买网军，吼，你会当去买广告，啊，你也是迄一个量起来，其实你会当去扭曲言论，你会当去操纵言论，实际上你个会当去转移焦点，所以像即摆其实有一个媒体伊是就几工来，就为这个新闻。这个事件、白饭事件，有40-50个新闻拢在报这呢。这讲是这是足无正常的代志，因为讲实在，基本上为一般来讲，这报一个就差不多啊吧。你报40-50个，迄是足奇怪。无符合比例原则吼。对啊，所以我讲嘛是爱回讲，我爱有做民众爱一个意思，就是讲我爱有判断能力，讲这媒体袂使。你看就乱创作，你就袂当去看，你要去选较好的。啊，作为媒体从业者，你袂当加看到迄点阅率，你敢想讲要亮点、要爆料，袂使。你也是拢创这规个网络世界都会愈来愈乱啦。哦，这我先跳过陈老师，先请媒体老师来讲哦。这媒体是安怎？一连续就50-60集，有影呢，就每一集都有啊，啊，佮连续，啊，佮规班，啊，头家佮要求讲，你唔通甲剪接，你啊规段吼20分钟，我讲啥物你要甲播出。因为大家爱看嘛，所以咱这个媒体受用为什么重要？是讲这是一个大环境，所有人拢爱来去接受这个教育，啊，来重新来思考这件代志。老师，俺若看到这个媒体，譬如讲记律师已经了解讲，哦，这个媒体那拢一直咧报这是时，咱会当做啥物代志？除了禁个转台以外，会当去甲。咱会当去监督伊，会当去监督伊啊，会当去因为即马是网络时代嘛，伊有迄个留言的。咱嘛甲取消就对啊。咱嘛会当甲取消啦，嘿，嘛会当用公众的力量。咱嘛会当去留言，来去表达咱的意见，所以回到这个咱乐听者的身上，嘛会当讲过去咱是被动啦，啊，即摆去主动，咱来去主动来去表达，就看到主持人讲的，讲为什么你无当下去做这个沟通？欢迎，啊，他爱等来，较来去欢迎。实际上，咱就是讲，因为慢慢咱你这网络时代失去了这种沟通的这个能力，所以真正社交能力都无是嘿，所以爱透过袂如讲咱无这个网络，无法度好好表达。那所以我是感觉讲爱重新，互咱来去培养，不管是乐听者，还是咱新闻工作者，伊的迄个媒体素养，来互大家慢慢啊去把这个环境用啊较好的。是，这因为陈老师是有铁学的啦吼，我必须要来问讲吼，咱在写尤其写这个 Me Too 还是写这个物件，我也是，咱可能较老派啦吼，是希望讲当场啊去欢迎安怎？我会记吼，差不多10几年前有一个真著名的这个连锁餐厅吼，伊拢会 over service 过度来服务，拢写一张。这个问卷吼，啊叫你当场爱写，啊要送你一支笔创啥，啊就来讲这个部分、迄个部分，啊叫你爱填到你有真正是足烦的，叫你马上就来欢迎吼。那也许咱无一定爱学到遮，去登去到迄个年代，但是即摆现主是这个时代，咱也确实，咱必须要适应讲就是这个年代，不管是老一辈，还是中年人，还是少年人。应该按来适应这个，尤其是做店家的人，你心中爱真大念呢。啊，毋过就是你一定爱学会晓，就是像拄仔大家讲的，其实迄个伊即马学生学到的吼，就是讲你想要改迄个促销文化，结果无成功嘛。所以你都爱学着讲，唔是你想要做啥物，你就促销，嘿，啊，你都爱知影讲别人，你爱徛着迄个人迄做生意的立场去想，你袂使感受着你家己尔，吼，啊，当然就是讲你也要有一种自由，你都有一种责任啦。你都爱知影你有啥物责任伫你的肩胛头，你会使甲打落无？你敢打会落去？吼，你即马甲人讲负评。
啊，真正是毋是人就会信你讲的代志？吼，你有这个力量，会使互乌的变白无？啊，你也无，你就爱知影讲，你安尼讲有迄啥物效果？啊，你敢会使担这个效果？吼，就是讲，所以我即马感觉讲，咱就是爱学，咱爱知影讲，像拄啊。张教授伊啊讲着讲，像迄媒体的公司啊，也是迄款像 Google 即种的啊，即马拄啊纪律师讲的，就是国安的问题啊，是真正有假账号，啊伊怎啊想要带风向，像咱要总统选举啊，即马有人要带风向，啊想要有一个办法，想要用假的账号，啊怎啊甲即个差不多有1000人，啊是5万人，大家拢安怎，咱就媒体的公司就爱注意即件代志。伊是有责任吗？伊是一个提供这个平台，即摆有人要误用你这个网络的迄声量，想要做无好的代志，当然就是咱爱控制，当然伊也爱有责任。所以咱民主的社会就是爱咱一个人，大家人拢爱知影讲你的自由的程度，到你也过迄个程度，你就爱。承担迄个法律，还是迄个道德，还是公众社会对即款代志的看法。这是一种披萨啦，吼。啊，头拄我记一个就是讲，即个人咧批评，伊无一定才理解即个 Me Too 的事件当中，即要安怎维持家己的素养，啊，要批评到迄个点，啊，袂去做二度伤害。那是老师，你安怎来个建议？像主持人，你拄啊讲，你都无伫遐，啊，你即马讲改成你伫遐的款，啊，讲到遐详细，根本都是你想象的嘛，嘿，你听来，啊，你是传闻的证据，还是你第一手的？大家慢慢啊，就是讲会看会出来讲，啥物人是真正讲迄个代志，啊，啥物人毋是，啊，这就是互你一个机会去学习讲，我会使讲到啥物程度。吼，啊，咱当然就是讲，即马像 Me Too 即款真正做痛苦的代志，迄个讲的人，你知影伊迄要冒足侪风险的，因为你即马你要针对的人，拢是迄社会有头有势嘿，所以你即马伊真正会冒这个风险写出来。啊，伊为虾米要写迄个详细？伊就是要互社会知影讲，伊是真正伫遐，伊真正受害。吼，啊，迄个足侪足有路的所在，伊也无讲出来，让大家袂知影讲伊讲是真的嘿。所以就是讲，咱过去真正无徛着伊的立场，咱较拢是徛着迄个较有关系的人的立场。啊，即摆伊。拢足艰苦，怎讲出来？咱就是希望讲社会，互这真正受害有一个空间，互一个空间会使感觉讲伊真安全，伊会使讲出来啊。社会是徛伫即边的，啊，伊怎本来足无力量的，都爱看医生，啊，伊慢慢啊看会使对迄个以前早到社会性的死亡啊，即摆看会使个继续活过来无？基本上啊，较温暖一寡。至少嘛是安尼，至少爱安尼。上一个问题我请教纪律师吼，这就是我感觉真趣味的问题。真侪人去用促销吼，伊愈促销愈用的。咱国内嘛有一种人，吼，不管伊是政治人物还是啥物，伊会愈促销愈用。啊，是毋是咱来鼓励讲，不要紧，你来去用促销的时阵，你着吼安怎来面皮较厚的，啊自我来灌输讲，我着好好去面对，我也甲你促销，或者是讲，我会去甲你做四五克，我也甲你去做小麻本，啊，这敢是正常的？基本上就是头拄啊，迄陈老师讲的，其实你有自由，你就责任啊。啊，所以你譬如讲哈，这像迄美国有诶。商品哦，伊会做操作，就是讲我今日讲一个言论，大家就听讲哦，那有遮偏激，啊，你是政治不正确，看起来是安尼，伊会互人骂，但是其实另外一边，伊要愈骂愈红啊。对，愈骂，这是第二是，伊嘛有支持伊的人啊，因为本来一个代志一定都足侪看法的，所以我是感觉讲促销唔促销，你会当看这是一个。讲较中性的，都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啊，讲较权力的，都是讲这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啊，本来这代志都是流动，所以我是感觉讲，就是回应到
拄啊，这个代志的本身就是讲，大家会烦恼讲，啥物促销，还是讲 Me Too， 会是啥物大灾难无会安怎？但是我是感觉回应到上基本的，就是讲言论自由伫民主国家，这是足珍贵的代志。啊，这是基本上就是爱保障的。啊，伫这个大原则下，阮甲去看讲，啊有啥物较超过，阮来控制者。啊，无基本上阮就是保障。啊，第二就是讲这个文化，这个风潮，伊就是拄开始起啊。啊，我只伫遮引用一个电影的名言，伊迄个电影叫《让子弹飞》。啊，伊内底有讲一句话，就讲嘘，哦，互庆记搁飞一个，啊，这个代志就是拄发生，啊，阮就是豆豆看，啊，看到上后尾才会知。啊，尾啊，拄来，大家就是调整嘛，啊，尾啊，代志就会到一个较会当接受的状况。其实你安尼，互我想到讲 Johnny Depp 甲因某的代志，伊这监测的代志，咱初开始哦 ，Johnny Depp 你这，结果后来，看法小可来改变，对啊。哦，所以爱较健康来看这个cancel culture。感谢。